哋喺商場入邊買嘅翡翠手鐲，可能用嘅錢係呢度嘅300%，甚至更多。如果喺呢度嘅話，可能1/4或者多少少就可以買到保真、種水又靚嘅手鐲啦。就好似呢手情水手鐲，水靈靈咁，通透到好似山泉水，帶住淡淡嘅綠色調，乾淨又清爽。無論係後生定係上咗年紀，都非常合適，整體膠潤水潤。呢批情水手鐲呢，係我專門攞嚟回饋姊妹們嘅。只要各位姊妹買到心儀嘅手鐲，而且買得安心就得啦。而家我就攞一條去加工，俾姊妹們睇睇成品係點嘅。Later， 成品係咪好靚呢？經過加工之後，成條手鐲更加靈動自然，顏色好似雨後泛緊光嘅湖面，清透又夢幻，整體水潤透亮，戴上手顯得皮膚都白咗2個度。無論你係第一次買定係想換新，呢款手鐲都唔會差。啱眼緣嘅就留個圈口俾漣漪啦。